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師。今天胡适走勢一言难尽。怎么叫一言难尽？外圍市场好像是剧烈震荡，日韓股市好像在下跌。截至收盘，这個滬指下跌0.74%，深成指跌2.21%，創業板指數跌3.2%，科創50指數跌超4%。最主要是今天是放量下跌，沪深兩市成交額3.07萬億，較上一個交易日放量3100億，也就是今天是個放量小跌。為什麼說一言難盡？對散戶來說也不全是壞事，因為這個3277家上漲，2113家下跌，也就是說漲多跌少。雖然指數跌了，但是個股反彈了，3200家上漲嗎？2100家下跌，所以說對散戶來說，今天感覺還舒服一點，體感還不那麼難受。那麼顯然，今天主要是科技板塊啊，就是跟硅基相關的跌的比較多。這些割了這個五糧液，割了這個碳基板塊相關的股票，追科創的又挨了一棍子。所以說，散戶炒股簡直是叫蜂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想賺錢太難。那麼今天科創板劇烈震盪，向下來個4%，主要恐怕也是受這個外圍影響。今天韓國的綜合指數盤中大跌超6%，這個期貨跌了5%，觸發熔斷。尤其是三星電子大跌7%，SK 海力士暴跌近9%，兩大半導體巨頭直接拖垮大盤。當然了，韓國股市現在在劇烈震盪，你說它是不是就崩了？一路下行，這個也不好說，你說不定它還要創新高，這個都非常難說。所以說，韓國綜合指數現在是到了最這個叫什麼刺激的時候，韓國的這些股民估計這兩天血壓飆升了，有可能創新高，也有可能就直接栽下去了，這個很難說。昨天主要是美股芯片巨頭博通好像這個業績不大預期，還是怎麼着，反正博通沒怎麼漲，這個導致美光一大堆的這個就是半導體、芯片存儲這些股票集體崩盤，全球芯片估值降溫，導致外資從韓國股市撤離，也就是砸這個三星和 SK 海力士，只能說太刺激了。作為我們小韭菜，還是不參與最好，這個錢不賺也罷呀。那些很多在高位貸款追進這個 SK 海力士或者是三星的人，現在恐怕也是惴惴不安，寝食難安。所以你這麼一看，你發現胡適還算可以，比較溫柔是吧？一直陰跌，也不至於這麼刺激，暴跌容易導致散戶心臟受不了。炒這個胡適唯一的好處就是你穩定的輸錢，每天小割一點，習慣了就好了。聊一波財經，6月2號刊登了李迅雷他一個採訪。這個李迅雷他說了，中國股民喜歡講故事，不喜歡看估值。李迅雷他說，錢多，但就是不肯進股市，這是當下資本市場最真實的寫照。截至2025年末，中國居民部門的住戶存款餘額已達166萬億元，而到了2026年一季度末，這一數字直接攀升至174.4萬億元，首度突破170萬億大關。如此龐大的資金趴在銀行賬戶裡，不少人憧憬說，如果這些錢呢，能有1/10搬家到股市 A 股，何愁沒有牛市？專家都這麼認為，炒股的專家他們就認為，你說存款1/10進股市就行了，當解放軍就可以了，這個股市就暴漲。還有炒房的專家說，這個存款1/3進樓市，那樓市就暴漲。但是現實的很殘酷，理想很美滿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很殘酷啊。現實存款是越來越多，但是樓市股市都是原地踏步。然而現實遠沒有想象中美好。在與財經雜誌原總編輯王波明的對話中，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直言說，大規模存款搬家到股市可能性不大，對吧？人家經濟學家定調了，存款啊想進股市別做夢了。所以很多人還指望着這個，你股票漲完之後，這個韭菜啊受不了了，把存款拿出來炒股，別這麼想，那都是叫夢。為什麼呢？
居民的養命錢為何寧願忍受低利率也不願意進場 ？A 股又該如何打破信心困局？那麼我們看這個李迅雷的觀點，第一個，他說近170萬億存款，多數是動不了的養命錢。表面上看，說居民存款從2019年的70多萬億增長到2026年的一季度末的174.4万億，似乎為股市提供了巨大的彈藥。但李迅雷給這筆錢做了一個細緻的解剖，在這170萬億中，定期存款餘額佔比已經達到了73.4%的歷史峰值，定期化趨勢持續強化。這些定期存款中，相當一部分是老百姓的養命錢，用於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等剛性需求，天然厭惡風險。李迅雷指出，即便是覺得存款利率太低，他們更可能的選擇是轉向買債券、買理財產品，而不是衝進股市。當前銀行存款利率已普遍進入1時代，但即便如此，对於風險偏好極低的資金來說，保本依然是第一訴求，沒毛病。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對的。能把錢往銀行一存，存3年定期的，這些人都是要求極致安全感，要保本，不虧就是贏。這個信奉的是這一套。王博明引用了一份國際投行報告，認為潛在的搬家規模可能不到10萬億。李迅雷則更謹慎地補充了一個觀察指標，還可以看證券公司保證金餘額，這個指標目前並不高。他強調，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牛市來了，資金就不缺。信心的建立必須建立在上市公司盈利的基礎上，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基本面，也就是你這個基本面根本就不支撐你。我們老說韓國綜合指數，人家 SK 海力士、三星，它市盈率可不高，人家是真賺錢。那在這個基礎上，你說炒，你說牛市還說得過去。你炒的是市夢率，对不对？你的科創板很多漲10幾倍的那些公司，市盈率都是2萬多倍，什么那什麼概念？要踏踏實實建立在上市公司盈利的基礎上。第二個說，居民不是沒錢，而是不敢花錢。為什麼存款翻了倍，股市卻遲遲等不來活水？李迅雷給了一個關鍵的歷史對比視角。2015年那一輪牛市，中國房地產還處於上行周期，居民的資產負債表是擴表的，房價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大家願意加槓桿，敢消費，敢投資。但2021年之後，房地產進入下行周期，整個居民部門從擴表轉向了縮表，大家把原先借的錢還了，新的貸款又不貸了，多餘的錢就老老實實放在銀行裡。李迅雷解釋道，這不是因為大家沒有資金，而是因為對未來的預期變了，資產價格在縮水，收入增長預期放緩，謹慎成了最理性的選擇。2025年全國居民部門貸款僅新增4417億元，創下2007年以來新低。正是這一心態的集中體現。從這個角度看，近170萬億存款是居民對抗不確定性的安全墊。如果不解決房地產下行帶來的資產負債表收縮問題，不修復居民對未來收入的信心，那麼這些錢就只會繼續沉睡在銀行賬戶裡，而不是成為股市的增量資金。第三個，說到股市概念炒作易，價值投資難。李迅雷說，即便有部分資金願意进入股市，他們的流向也值得玩味。這個李迅雷觀察到說，當前市場依然在追逐各種熱點，科技、AI、算法、光電、芯片，說這些公司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因為短期內無法證偽，也就是你也不能說它不行，就沒辦法證偽，所以股價可以不斷上漲。進入2026年，存款到期潮仍在延續，但多數儲戶首選仍然是將資金留在銀行體系內原地轉層，並未如市場預期的大規模流向資本市場。咱們在以前節目一直說，每次都有人說存款搬家，那都是實際上都是炒作，沒有什麼存款搬不了家。為什麼？你看專家說了，說中國股民長期以來投資股票更喜歡講故事，不大喜歡講估值。李迅雷直言，這是新興市場股市的一個特色。对比美股，說七姐妹就是七枝花，蘋果、微軟、英偉達等，對標普500指數的貢獻超過50%。
但他們的上漲有扎實的盈利作為支撐。這就跟韓國綜合指數一樣，一個是海力士，一個是三星，人家實打實有利潤在那兒放着。而 A 股的熱門概念股，未來或許有盈利，或許沒有。在無法證偽之前，故事可以繼續講下去，但是你敢買嗎？那不就是賭嗎？對不對？萬一他講不下去了呢？一輩子都解不了套。說，但這種模式的風險也顯而易見。李迅雷提醒，價值投資所期望的長期穩健表現，在 A 股目前還不明顯。如果市場始終被概念和情緒驅動，而不是由企業盈利和估值主導，那麼即便有存款搬家，也只會催生一波又一波的投機泡沫，而非可持續的慢牛。也就是你胡適想走慢牛，是以上市公司的業績為支撐，那業績越來越好，對吧？你才有可能走所謂的慢牛，否则都是泡沫的炒作講故事。这个可是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人家說的，人家是券商的首席經濟學家，一個存款搬家，存款進股市，不要做夢了，不要想了。主要原因就是盈利不支持，沒有信心。你這些現在股市裡面的那些大牛股，哪一個不是吹出來的？有哪個有實際的盈利？都是來割韭菜的，說不好聽點的。所以我的看法跟李迅雷還不太一樣。首先，174萬億存款裡面，真正屬於韭菜的有多少呢？對吧？屬於韭菜的只有10%，也就是頂多了17萬億，屬於這個90%幾的韭菜的。那真正的這個的大頭是屬於那2%、3%的人的。我想這個大家能理解吧？而這個2%、3%的人，他那個錢從哪兒來的？人家把錢存銀行裡面，他的錢從哪兒來？他的錢有一部分錢本身就是從股市割韭菜割出來的。這都是科技新貴大股東，很多上市公司的董監高，他們一下賺錢了，把股票賣了，完了這回來的資金，人家存銀行了，有一部分存銀行，有一部分他換成綠票子，挪到國外去，提桶跑路。但是有一部分畢竟跑不了，不能全跑，那這個錢幹什麼？買豪宅，上海30萬一平的房子，或者深圳的買豪宅，那還剩下錢怎麼辦？人家就存銀行了。這個錢本來就從那個資本市場割出來，胡適割出來的，你指望他又進去接飛刀是嗎？人家已經從裡面割出來了，你讓人再投回去是嗎？這很多錢是這種錢。我們韭菜人均存款也就1萬塊，這個一點都不吹，人均存款1萬塊就是韭菜，1萬塊你說14億韭菜，也就14萬億屬於韭菜的。我給你多放一點17萬億，那還有90%是那些婆羅門，對吧？是屬於那2%的權貴家庭，他們本身就是大號鐮刀。他們那個錢從資本市場通過這個資本市場不公平、就不透明、不公開、不公正割出來的，好不容易割出來，你讓人家又送回去是嗎？再說了，這些人的錢，人家是含淚是吧？笑納，叫含淚笑納收了，你讓人家再拿出來，人家又得進去割一回，你說這何苦呢？對不對？你就逼這些鐮刀進去接着割是嗎？這些人把錢存銀行算是好事，如果他把錢又拿到股市，那又得割，人家進去10萬億。出來20萬億，因為他是權貴，他是婆羅門，他是大號鐮刀，所以說還不如他們把錢老老實存銀行算了，別拿出來割了，再割這股市裡面那些韭菜受不了。但是散戶希望什麼？散戶希望鐮刀不要進來是吧？希望那些小白、這新股民、新韭菜趕緊進來借錢。新韭菜，你想新韭菜能有多少錢呢？存款沒多少，新韭菜趕緊借錢進來當接盤俠，高位接盤。就是在胡適被割得很慘的這些金融消費者，得找到比他更笨的、更蠢的人去接盤。他可不希望不指望鐮刀去接盤。那麼這是第一個原因，說這個就是170萬億這個錢。第二個原因是什麼？第二個原因就是說，李迅雷說咱們胡適啊，主要是基本面不行，上市公司盈利不行。我在想，不光是盈利不行，盈利不行其實不要緊，最關鍵是這個市場它不透明、公正、不公平，它背後。每一隻股票後面，每個上市公司後面都有個神仙，都有一個大號鐮刀在那等着你。他們欺詐上市，他們財務造假，他們啥都幹，你抓也抓不完，抓的是象徵性的，對不對？那些後台神仙倒台的，那神仙壞了事的，那股票把你找出來了，處理一下，
都是玩這種。那你說你牛馬韭菜，你跑裡面瞎折腾啥？還想着在裡面发家致富？我们再看这个格力的大股東都扛不住了。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格力大股東套現16億，格力大股東減持0.76%股份。格力電器今晚公告透露，其大股東珠海明駿投資合夥企業當天通過大宗交易方式減持公司4279萬股股份，佔公司總股本的0.764%，佔剔除回購股份後公司總股本的0.7662%。減持之後，其在格力電器的持股比例從16.1%減持至15.35%。如果按格力電器當天最低價38.8元每股計算，珠海明駿當天套現約16.6億元。本次變動前，珠海明駿及其一致行動人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合計持有格力電器18.12%股權，佔剔除回購股份後公司總股本的18.17%。本次變動後，珠海明駿及其一致行動人董明珠合計持有格力電器17.35%股權。此次變動前後，董明珠在格力電器直接持股2%，比例不變。那為什麼要減持呢？今年2月26日，格力電器公告，其大股東珠海明駿擬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個交易日後3個月內，以大宗交易方式減持公司股份不超過1.117億股，減持資金將用於償還銀行貸款。2020年1月，在格力電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珠海明駿從格力電器原大股東格力集團手中以協議轉讓的方式受讓格力電器相關股份。當時珠海明駿承諾3年內不轉讓所持格力電器股份，現在開始轉讓了，就是減持。為什麼？因為要還銀行貸款，他當時借的錢來買的格力電器。我感覺這個珠海明駿恐怕褲衩子都賠出來了。按理來說，當然這個我不知道，我估計一般當時像珠海明駿這種從格力集團手中大股東手中接過這些股份，協議減持、協議轉讓，把這股份拿過來之後，拿一部分或者全部，他們一般怎麼測算？因為他們的資金是有成本的，他一般的是槓桿資金，自己募集多少，銀行再給他配資多少，銀行配資的這部分就是利息，你每到期要給他付利息。一般的私募或者是這種機構，他配資完之後，他把這個股份接了之後，他不能說每個月一般是4個月、3個月一個季度付一次利息，那他總不能說到時候還到處找錢去付利息。所以一般的是指望格力電器分紅，對吧？一年分紅的錢正好可以解決他們的付利息的事，這樣他就可以一直把那股票拿着。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事？就一般的私募或者是這種資產管理公司都是這麼操作，你好歹利息的付好。現在我估摸着格力電器的分紅達不到預期了，錢不夠，那珠海明駿只好拋股票，賣股票回來錢付銀行的利息，這是一種可能。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你借的錢到期了，對吧？2020年借的錢，現在2026年了，不能再展期了，你得還，那怎麼辦呢？只好賣股票還錢。那麼38塊錢拋售，我估計這個珠海明駿沒少賠。6年前的白馬股、高分紅、高息股，6年前那絕對是白馬股，但是6年之後趕上了這白馬股不吃香，是吧？加上格力的業績也在往下掉，再加上現在資金都是在追捧什麼硅基，是吧？你這玩意兒碳基的靠邊站，估計股價是一路下滑呀。最後我們再看看胡一進老師，他在寫了個微博，又在評論追觅的裕浩。他這麼說的，他說據中新網報道，追觅的 CEO 裕浩被禁言了，不知道什麼原因，人們只能從他的個人信息中尋找蛛絲馬跡。此前，裕浩高調刷屏以及公司大規模跨界擴張的舉動，引發關注與爭議。報道說，裕浩被廣泛稱為發瘋式營銷的轉折點始於2025年。他在短時間內把自己的公眾形象從曾經的專注技術的清華高材生，變為語出驚人的企業家。進入2026年，追觅員工怒懟 CEO 裕浩，裕浩放言要做第一個100萬億美金公司的生態，裕浩要5年內成為世界首富，裕浩喊話余承東加入追觅，裕浩回應刷屏爭議，讓追觅和裕浩幾乎
常駐在各大社交媒体的熱门位置。这个胡锡进老師非常有意思，因為他在不久前他發了個微博是力挺俞灏的，我記得咱們做節目還介紹過，是360度各種角度力捧俞灏，而且老胡是非常肯定俞灏發微博在社交媒體上搞的這些營銷方式，結果俞灏被禁言了。老胡怎麼叼這個盤呢？就在5月8號，胡锡進老師力挺俞灏，說老胡想說，不管狂與不狂，俞灏都是做實業的，敢於承擔這麼大風險，而且睡得着覺，了不起。老胡衷心祝願他穩步中爆發，在爆發中穩步。他想做的無疑是一份艱辛的事業，怎麼說對老胡這樣的媒體人很重要，怎麼做對他這樣的企業家是決定命運的乾貨。俞灏屬於勇敢型、高調型。說實話，老胡尤其希望他能夠成功。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還有一點是因為我們的文化總體上穩重內斂。出一個俞灏這樣張揚做事的人，如果還能夠成功，這對我們文化上添加張力，無疑是件好事。也就是5月8號，胡锡進老師還是360度無死角的狂捧俞灏，結果現在俞灏突然被禁言，胡锡進老師震驚了，胡锡進老師不知道怎麼叼這個盤了。我記得我們也做過一期關於俞灏的節目，因為在網上有很多傳言，俞灏成立了200多個部門，200多個公司，而且每個公司之間沒有任何股權關係，拿着200公司在各地去，也就叫什麼定制式融資。你這個地方喜歡什麼？你們招商，你們喜歡什麼概念？我就給你來個什麼概念。反正 PPT 做起來容易，完了之後就跟當地投資，要當地的資源。你說你這是玩什麼？後來我記得我們做節目叫那時候不是流行崩老頭嗎？他這個是崩地方。有個叫壽爺的寫過一篇文章，你說俞灏崩地方老頭，這下終於出事了。他為什麼被禁言呢？他這個禁言不是說別的，不是他說，是因為現在有傳言地方政府在查，各個地方政府都在摸底，你這個地方有多少像俞灏這樣的企業你投資了，據說現在各個地方在摸底，都在查。你說這玩意兒，你說你這是胡锡進老師，他因為胡锡進老師他沒搞過企業啊，他不懂，他容易被人騙，他把這種高調，把這種叫做實業。俞灏的從掃地機器人開始，掃地機器人到什麼，到面膜，到什麼東西他都有，只要你這個地方政府對什麼感興趣，我就給你搞什麼，來招商引資。地方政府有啟動資金，有各種基金扶持的基金，先導基金。人家要的就是你這個錢，花完了為止。終於很多地方現在已經警惕了，開始在清查。我也不敢現在就說他是個江湖騙子，但是他這個行為方式非常像一個江湖騙子。當一個企業把他的90%精力放在營銷上面，這已經說明問題了。他不就是在注重營銷嗎？不注重營銷，他一天發100個微博，發100個自媒體的，要求全體員工發自媒體，各種語不驚人死不休，就是搞流量。也就是說，你給我的感覺，他已經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營銷上面。如果一個企業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營銷上面，放在講故事上面，那十有八九就是騙子啊！這就直覺告訴了。一旦地方政府開始清算、開始整頓，那麼追密的這個面紗遮羞布就會被無情的揭開。到時候看胡锡進老師怎麼在叼這個盤吧。相信這是胡锡進老師叼盤生涯中的一個不算特別難的一個盤。畢竟胡锡進老師還叼過更多比這更刁鑽的，是吧？更難的盤。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